主要带咱伫即个时间来集体祈祷，邀请咱兄弟来参与。喂。好，咱即时来为着祝福咱的稳定来祈祷。诗篇讲着用感谢进入伊的院，用俄勒入伊的门，着感谢伊来俄勒伊，因为耶和华是好，对他直到永远，伊是美好善良的上帝。好，按起咱的音乐小声一点。咱会当为着咱伫即礼拜受看年，深受甲咱厝内的人来关心。伫遮尔冷的天气中，甚至咱会当为着咱有一个暖炉，有一个电暖被，有一个温暖的厝来感谢。为着你的健康，为着你的工作，拢有上帝保守看顾。咱即时做伙同时压头，用祈祷，用学乐来进入到上帝的殿里。主，我要感谢你，你赏赐我大命，你创造世界，你赏赐日光，你降落雨水，你也赏赐你的话，阮的心来得到稳定。主，我要为着阮的身体，你使阮勇行，使阮健康，使阮平静安稳的心来感谢。主，我也要为着阮的侍奉，祝你圣神的引带带领，阮需要来仰望你，来专心信靠你。阮的心来学了上帝，伊是天地万美的主宰。阮要感谢你，要学着你，对答直到永远无煞。好，无需邀请咱进来到会堂，咱就无开讲，咱坐好好势，安静咱的心，用祈祷来朝见主，用祈祷的心来感谢主。咱即时来为着教会来祈祷。教会有设立长老，有设立执事，以及团契、会长、校长、圣歌队长，咱就用祈祷来支持因，来托住因。秀文长老，来投前者吼。好，咱即时伫祈祷中，咱来为着两位新受设立的长老，就是正野甲木生，咱为着因来受上帝拣选，咱为着因来祈祷，咱做伙同心来祈祷。
咱建中执事为指挥指示，但是甲你政府指示，民受上帝竞选来担任执事，是未来4年，需要咱关心，需要咱来导，需要咱做伙来去做一个合上帝心意、疼主疼人健康的团体。咱只是要为着执事、团契各会长、助理校长、咱的上长老、县外队长、曾义勋，咱只可以用基督的心来为守望。兴起教会，这是领导来三甲伫主你的圣会来兴起主你的圣工。主啊，阮也相信，若毋是靠着我靠着教会的大灵君，阮的头主耶稣基督；若毋是我靠着圣神的关联，阮就袂做啥物。因为主你是无敌。你是树，阮是无枝，阮若无迄个日子，无法度结果子全全。阮是注意用你的圣神来管辖，而且会长老、执事、各团契会长、队长、校长的身上，互阮对小所长、对部长、对关怀，会当尽阮的责任。来彼此三体基督建立团队，主啊，我求你来提着，愿每一个兄弟姊妹来成做主你的路径。咱最后，咱家己的心以万变，来听候主的圣神带领今早起的敬拜，咱做伙为家己的心。为家己的灵性会当得到成长，咱为家己来祈祷。咱安静伫主的面前，用祈祷欢迎圣神降临，用祈祷来敲找主的旨意，用祈祷来进入到伊的圣殿。用祈祷来开始阮今早起的敬拜，伫新的一年，新的祝福，新的意向，新的方向，阮的心会当对准上帝的心。在恁的身躯就是圣殿。若有人毁坏伊的身躯，毁坏上帝的殿，上帝主的圣神就担当。由此无得通收回对阮收回你的圣神，佮赏赐阮有换心、有正直的心。阮用圣灵、用敬拜、用诚实。来到主你的殿院，标记你是何等的心情，是何等的欢喜，是满足的快乐。愿阮兄弟姊妹所有同工，愿用阮的敬拜、恭敬摆在你的面前，得到你欢喜来感动。阮的心也听候便备以办好，迎接圣神的降临，迎接上帝的话，圣神的工作。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咱游完唱一节的圣诗就好吼，圣诗嘛是陪伴咱的这个心吼，咱来唱307首 B 调吼，307首 B。求主带我甲你同行，伫新的一年第一礼拜，求主甲咱同行。互咱来谦逊服侍，互你有力通担一切摇华、艰难、困苦，做伙出声来吟来。求主带我甲你同行，谦逊服侍的路途，互我互你有力。咱搁唱第二首228首，吼，这首歌真好记吼，228是咱每一届长老执事设立就任的一个诗歌，吼，这个歌就讲到咱怎样做一个长老，应该尽什么款的本分，耶稣的圣会就应该凡事照法度，毋是伫长老执事，也是对咱每一个会友来勉励，吼，咱唱第一节。用祈祷的心来唱来。耶稣圣会照法度，应当登进来观看。咱练诗就到这，吼，咱用363首来陪伴咱的心，回情诗，摇花早起时。兄弟姊妹平安，请咱陪伴心来礼拜，请听福音铃声。
恁着耶和华唱新的歌，全地拢着耶和华唱歌，着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在。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懊恼，伊伫正心明的顶面，应该受敬畏。请咱来吟圣诗第307篇，求主带我甲你同行。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咱犹原徛伫，咱要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林内受苦，顶受价。死埋葬到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堂的教会，正道上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请咱兄弟同心额头来祈祷。亲爱的主上帝，我要学罗你，因为过去的一年，阮虽往有拄着疫情，有拄着经济，拄着死失。拄着艰苦心的代志，总是阮感谢你，你的恩典、教业、运用，你是阮生命的娘，是阮活水的源头。回想过去的一年，阮伫疫情中。阮知有你的保护，当阮伫困境的内底，阮有得到你的带领。阮辛苦病痛的时阵，阮有对你遐来的平安甲阮同。伫阮心灵欠缺的时阵，你有找兄弟姊妹。
才会天使围雷伫阮的中间。伫阮心神软正的时阵，你甲阮放伫你的石盘顶，安然自在。当阮伤心流目屎的时，阮伫你的话来得到安。伫阮孤单的时阵，你甲阮抱伫你的胸前，甲阮讲：囝，毋免惊，我甲你。主啊，当阮孝顺遮会稳定的时阵，阮也安然度过2021年的时阵。主啊，伫今仔日，阮也至新的一年的开始，阮除了感谢以外，阮要恳求你教示阮，会晓算家己的年日，要怎样来把握遮个光阴，要祈祷家己，装备家己，求主你圣神引带，换阮的心神，互阮用新的心、新的神，迄个所插的标来抛走。你的神引带阮，互阮伫今年的当中，阮全教会三体祈祷，互阮的今年更加有意义、有价值，来活出基督的款式。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免。好了，献歌队要用，只有主耶稣来带咱学了，咱的主，咱的上帝。
咱兄弟来共修上帝话记载伫新约以弗所书的第5章第1节到20节。以弗所书第5章第1节到20节。我用台语汉语本来读，台语汉语本是伫222页，222页。显着我来读新约以弗所人书第5章第1节。恁既然做上帝所疼的囝，着学上帝，也着行伫仁爱，亲像基督捌疼恁，替咱献家己做礼物、做祭司，芳芳伫上帝的面前。若是奸淫甲一切污秽，也是贪心，伫恁中间连讲起也毋通，这是照圣徒所合宜的。见孝事甲付票的话，也是戏谑的话，也是不该。较好着讲感谢的话，因为恁较实在，见若淫乱的，也是误会的，也是贪心，就是拜偶像的，拢未得通承接家业，伫基督甲上帝的国。恁无得互人用无影话所欺骗，因为上帝的受气为着这个事，教伫悖逆的人，所以恁无得甲因有分，因为恁前是暗，若是当点伫主是光，着照光明的人来行。因为光的结子在伫一切的好、甲义、甲真，显明什么是主所欢喜的，无得参差伫黑暗无效果的行做，较好着责备因，因为因伫暗前所行的，连讲都见效，独凡事受责备的。就是互光所显明，因为既若受显明的，拢是光。所以讲，困的人着醒，对死人中起来，就基督的光要照你，所以着斟酌看你的所行是怎样，毋通亲像无知识的，着亲像有知识的，着保守机会。因为现今的时势邪恶，所以毋通戆，着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也无得酒醉为至高放肆，是着互圣神充满，用诗、用歌、用神的父，大家三应答，用心吟诗作乐来学罗主。万事常常伫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感谢爸上帝。牧师今仔要用着照光明的人来行来正道。请这大家平安。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听完的主，万权能的上帝，感谢你引带阮进入到新的一年。
主后2022年，互阮所算家己的日子来得到智慧的心，你的仁慈，你的慈爱，逐年拢是新的，逐早起也拢要换新。求主帮助阮，伫你的厅内底来得到新的性命，互阮过一个基督徒一个新的款式。总是阮是软弱的，需要你的稳定。求主你教导阮，明白真理，领受你的话。愿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以弗所书第1章、第2章、第3章，在讲理论神学；第4章、第5章、第6章，就是在讲实践，非常的实用。虽然咱今仔日的圣经节有较长，但是意思是真好明白，要当互咱来检视、检验、反省家己的生命是毋是已经进入到伫光明，符合基督徒应该有的行做。内底有讲到一句话，叫做圣徒的即个合宜的圣徒的款，中文叫做合乎圣徒的体统。公主甲王子应该活了，亲像一个公主甲王子的款。日本的贵族、英国的贵族，应该会上一个课，叫做美姿美仪，就是讲因的食饭的礼貌，甚至因的笑容、因的行路，拢爱有一个真水、真优雅。叫美妙的一个款式，迄毋是一工两工就会当形成。迄个身份讲乞食变做王子，但是伊的生活嘛，佫好亲像是乞食，伊的习惯也还袂念伊的变化。所以咱就爱注意按照即个色彩表来跑走。咱已经出黑暗入奇妙的光明内底啊！咱已经毋是路在是上帝捡来做囝，已经恢复咱做上帝囝，就是王子呢。上帝是君王，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咱就是伊的公主，伊的王子。但是咱身份改变，有可能咱的习惯、个性也活伫迄个旧的人内底。所以2礼拜前，咱的题目是褪旧人穿新人。褪去旧的家己，穿新的家己。今仔日是2022年第1礼拜第1主日，咱也用这款的心态来想，什么款的人叫做新的人？如何行伫光明的内底？凡事靠着爱心、疼心来行事。所以今日的主题就是照光明来行，凡事都活伫光明中。怎样是行伫光明内底？咱等者详细来看。伊讲行事为人，就要靠疼心。这件事是毋是有符合上帝的疼？因为上帝就是疼，咱做上帝的囝嘛爱有疼的款式，这就是上要紧的。恁既然做上帝所疼的囝，恁得着疼哦。老爸老母有疼你哦，上帝就是恁的天顶的老爸，有疼恁，有疼咱，咱就爱学上帝的疼。这2字我加上，就学上，咱无法度做上帝，上帝万权能，上帝叫日月星辰在转世，咱无迄个大困难。但是上帝的疼，咱会当学习，是毋是安尼？所以伫规本的新约有讲到几界，有讲到恁着学我，亲像我学基督。总是讲到学上帝，迄是真无容易，伫遮有出现。着学上帝，咱毋是要假做上帝，总是咱会当学习上帝怎样疼人。所以着行伫光明的意思，也就是
凭着爱心行事，因为神就是爱。听就是无伤害人，你做这个代志，人得到好处。听是不加害于人，所以你做这个代志有听无听，就讲这个代志你做出来，人会因为你受到伤害，啊袂，也是你做这个代志，人得到利益，得到福气。而且讲，亲像基督，听恁怎样听？伊献家己做礼物，做祭祀、祭祀。祭祀就是牺牲，礼物就是亲像羊羔、备胎献予上帝。所以伊甘愿牺牲家己，为着听的缘故。所以咱做上帝囝儿，嘛会当学习这个，就是牺牲家己，奉献自己，奉献咱本身。当咱守圣餐的时阵，就讲，当阮搁一摆愿意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求你接纳阮，啊，阮就爱谦卑来侍奉。伫今仔日嘛有2位执事要受封立做长老，因爱跪伫上帝面前，然后牧师奉3位一体白镜圣神的名甲因封立，为因祈祷，然后呢会将嘛爱誓约。互因成做独行教会同会的长老，这个要紧的这份上重要的精神，就是奉献甲牺牲，唔是提出来夸口，也是讲地位。今仔日我唔是执事啊，我变做长老啊，唔是，颠倒是更较谦卑，更较知影迄个责任。要紧，愿意去牺牲家己啊，愿意去奉献自己啊，愿意亲像基督同款，被人抬，被人欺负，被人凌辱，甘愿为主背十字架。所以无说嘛，勉励咱，嘛爱学习这款的精神。耶稣基督降世救人。咱袂使对主永远都安尼无冷无烧，很冷淡。我想这毋是上帝爱的，上帝所爱的是咱献家己做活祭，芳芳伫上帝面前听，就是无去伤害人，牺牲家己，亲像基督安尼。所以保罗用这句话来做引言。第1节、第2节，咱就爱。既然咱是上帝所疼的囝，咱已经有囝儿的身份，亲像迄个龙主已经回来啊，穿新的衫，挂这个手指，抬牛，然后呢，伊就要开始过一个新的生活，有诶过去的生活过去龙主迄个小儿子细汉后生出外，是毋是伫流浪，是毋是和遐个无应该做伙人做伙？黑白乱投资，然后最后凄惨落魄，然后呢，这老爸无甲伊嫌，甲伊揽咧，真讲你永远是我的囝，总是你这行为爱等稀散，新的日子伫头前等候你。好，第3节甲第4节就是在讲这个误会的代志，包括贪心，拢爱弃绝。贪心就亲像拜偶像的罪，贪心就是你感觉我应该得到更较多，所以保罗先生有讲，贪婪就是万恶的根源，真侪罪恶。为什么有这个贪污污洗、这无好的代志？咱看这个中二选区为什么会占用土地？都是贪心嘛。我应该得到更较好，我应该得到更较多，我对不起我家己，我应该我亏欠我家己，我应该爱对我家己更较好，我应该得到更较多，上好，这个拢是我的，安尼我才会当心满意足。总是咱基督徒是掠上帝做咱上大的满足，也是唯一的满足。你以外我无福气，其他的上帝只要讲咱求伊的国甲伊的义，就这个拢要煞互恁啦。
咱对上帝有信心、有信靠，包括安息日，咱守安息日，无去做家己的事，无去做工课去趁钱，都、就是信任上帝。六日做工有够夜，我今仔日要安息，要休困，要享受上帝。上帝供应就够，我毋免拼死拼活靠家己。我要信靠上帝，所以选择信靠上帝。总是贪心拄好倒饼，我要靠家己，我要得到，还佫无够，还佫较济。这种心是上帝所无欢喜，所以讲贪心甲拜偶像的罪是同款的，就是你拜马门，你拜这物质，你拜错误的价值观，你弃绝上帝，你无选择迄个上好的福分。甚至连提起都毋通，一寡无好的话，安尼才有符合圣道的体统。见笑的代志、扑票的话、戏笑的话，拢是不该。较好就讲安那，感谢俄勒的话。所以咱对今年开始，咱伫礼拜前，咱会当感谢，会当俄勒。伫2天前，迄个洪昭医师有传一个祈祷的影片，伫咱的 RPG 群组内底，我毋知你有看无？我有去看，感觉真好，只有3分钟。伊内底讲为虾米来感谢咧？有一个邮差就讲，我今日甲所有的批拢送出去，而且无去互狗仔啄啊，没有被狗追，没有被狗咬，伊为着即个来感谢。也有人为着讲伫遮尔热的天气，伊会当做工，伫遐尔冷的天气有即个电暖炉通用，昨昏嘛几工拢足寒，你有电暖炉无？较早是无呢，咱拢会当感谢，所以较好是感谢用俄勒来立上帝殿院，所以伫礼拜前，咱会当安静来诉说上帝恩典，你就会感觉上帝真疼你，上帝真疼咱，互咱遐尼济丰富的恩典，是咱本来无应该得到的。过去这年遐尼辛苦，遐尼艰难，上帝犹原引带咱经过。这个扑票的话，伫中文叫做妄语，淫词妄语，无营养的话，无健康的话，低级下流的话，咱无讲。迄个妄语咧，讲愚妄还是狂妄的话，咱嘛唔通讲，因为迄个讲出来就是一种的骄傲，一种的。对着上帝，伫圣经的内底有2个人，因就是安尼狂妄的语言哦。一个叫做尼布甲尼撒王，所以伫但以理书第4章的时阵，讲到一个真奇妙的事，上帝就责罚伊，讲你爱去做啥物？变做一只动物，啥物动物？变做牛啦！你去食草。然后伊的指甲亲像鹰蜡叶遐尼尖，这个王伊真正就7期，可能是7年，变做一只牛。总是上帝到伊7年了后，佫予伊恢复。伊讲我的长命佫转来我的身躯顶第4章讲我的长命佫转来，我即马要安那？学了天顶的上帝。伊就开始学了但以理的上帝，伊就才知影讲，我虽然是王，但是上帝如果要提走我的王位，甚至取我的性命，易如反掌，伊就无遐尼骄傲啊。这个叫做尼布甲尼撒王，骄傲，互一个人的心内无互上帝有所在通掂啦。你偷摕上帝荣耀，你掠做讲你就是上帝。人敢有遮牛？咱愈侪温顺的人，咱应该愈惊吓、摇摇抓、谨慎。上帝，互我遮个温顺，互我遮个资源，互我遮个钱财，互我遮个土地，我是要满足我家己，还是会当去祝福别人？我有用遮个物件来奉献伫上帝无？伊互我读得到博士，互我读着真好的即个医学，互我有遮尔款的智慧，互我会当做即个有即个工课，即个温顺。但是我是伫荣耀上帝，还是荣耀我家己？
尼布甲尼撒王就是互上帝接话讲，你偷摕上帝荣耀，上帝予你的毋是你的暂时尔。你要做王到一世人吗？到永远吗？到伫新约有一个人嘛是安尼，叫做希律安提帕，希律安提帕。伊有一届对百姓讲论，结果百姓安那？不只甲伊拍破啊声，阁甲伊报到过头，讲哦，这毋是人的声音，哦，这是上帝的声音，哦，这是天使的声音。哇，伊就骄傲呢，尾嘴翘起来讲，对，我就是遮尔厉害，遮尔伟大，来，尽量，我就是王，我就是恁的神。天使马上甲伊处罚，一只虫甲伊咬，就安那死去。哦，伊无像尼布撒尼甲王7年后阁有通做王，无啊，就安尼啊。哦，所以讲到即个漂浮的话，咱毋通安尼。有时玩笑开过头，就变做一种的狂妄，一种的愚妄，一种的骄傲，一种的目中无人，甚至目中无神。最近我的囡仔转来，有时拢会甲我讲学校的代志，吼啊，有的话真高水，有的话就无应该，吼，亲像顺口溜，因拢会顺口溜，吼，伊讲可爱，可怜怎样？活该，活着不应该。哇！我听到这样昏倒，讲在国小1年级，幼稚园大班伊就去学这个啊。我讲你莫阁讲啊，你讲久吼，你会去互洗脑去。这无好的知识变做你的内底。圣经甲咱讲，爱做聪明人，爱做有知识的人，毋通做愚妄的人。啊，你爱家己选择。这无好的，你毋通一直互伊进入到你内底。颠倒爱安那？较好就感谢上帝，较好就用上帝话放伫你内底。哦，所以咱来上主日学，咱来背金句，咱来唱激动的主日学的歌，或者会好的来赶走取代遐个歹的。若无伊去学校学一寡有诶无诶，哦，变做影响着伊未来人格发展。好，咱搁看吼。所以，因为恁的确知吼，这个拢是甲上帝国无分啊。恁若是继续活伫迄个有诶贪心诶内底，恁是咧拜偶像呢？你是离开上帝远远，家己毋知呢？你是咧拜马门呢？耶稣就讲啊，两个你只会当选一个，敬拜独一真诶上帝，还是敬拜迄个暂时互你权利物质？马门，吼，也系马门，拢袂得通。这话讲了真重哦，拢袂得通。你唔通想讲啊，无要紧啊，上帝怜悯啊，吼，我做一寡无好的事袂要紧啊，死后再来悔改，再来反悔就好啊。你无保守机会，你无珍惜这个救恩，也得享受最后的快乐，有一天你会失去迄个稳定。讲话讲了真重，保罗讲，拢袂得通承接家业，伫基督甲上帝国内底，恁变做无名分啊啦！亲像以扫，伊家己看轻家己名分嘛，讲我做雅各做以色列人毋是做以撒的囝，有啥物偌了不起咧？不要紧啦，你要爱护你啦，大囝的名分你摕去啦，一碗红豆汤都袂掉啦。哦，昨昏看一个新闻，讲有人在讲什么出卖人格、出卖灵魂啊，同款意思。当然这话无一定应该安尼讲，但是如果基督徒凊彩将一寡无好的事来出卖你基督徒的身份，安尼是安那？亲像以扫尾下就互上帝除名。伫以色列百姓中，如果违反这10条诫，违反这个按照你等等。你等于讲，你无甲上帝看作要紧，除了我以外，无别的上帝。你已经足一个上帝，毋是无别的上帝。你的唯一是很多啦。哦，到一天，上帝审判临到，讲对百姓中剪除，对生命册将你的名切掉，咱就加个切齿。
咬牙切齿，咱就被赶到迄个黑暗内底啊！伫迄个黑暗内底，就真正是绝望啊！所以伫黑暗中还在困的人，咱就真信啊！入来到上帝听见的国度内底光明的这边，唔通搁倒转去黑暗中，吼，唔通去互人欺骗。电视媒体常常有欺骗，你唔通去互欺骗。咱的朋友的中间也有真侪似是而非的道理，叫你去做一寡有诶无诶。所以上帝受气会临到遐个悖逆的人哦，毋是袂。爱恁悔改，爱咱活转身到上帝身边。无得甲因有分，无得甲因有分。过去是暗，但已经光，就照光明的人来行。我就想到诗篇第1篇，咱拢会晓背着无？无得甲伊有分，伊讲无行歹人的计谋，无徛罪人的路，无坐侮慢人的位，对无？这号人有福气。当你还未开始做好的事以前，你先爱学会晓分别遐个歹的事。莫甲遐个歹人的计谋做伙，无徛罪人的路，无坐侮慢的位，然后呢，你欢喜要快律法，每日善思，也是伊的律法，你就有福气。就会伫遮亲像遮所讲，你就会结果子，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结什么果子呢？有人讲是真善美，一切好。一切善良，一切义，一切真理，就是上帝爱咱所学习伊的律法。这就是上帝所欢喜的，咱就爱验明啊，爱去查验，爱去分别，爱有判断的智慧。而且我认为真正的智慧，毋是讲知影受迄个能力去做。所罗门真有智慧，但是伊只有知影的智慧，伊无去实践的智慧。所以伊知影无应该娶遐济某，伊就娶遐济某。所以求上帝，互咱真正的智慧，就是我靠主来过一个互上帝所欢喜、伊得到的新的生活、新生活、新的文化。光的结子。在伫一切好、甲义、甲真、美好、公义、真理，上帝就是美好善良、永远美好善良的上帝。所以无得搁参插伫黑暗，念伊光明，念伊黑暗，较好着责备因，责备遐做无好的事的人，警告因，这嘛是长老的职分。长老就爱劝勉遐个，冷淡的、软弱的，将因搁带到主的身边，互因搁一届栽种伫溪边，照时结果子，叶无打去。那歹人就毋是安尼啊，歹人是亲像粗糠，互风吹散，风一来，呼，就因为无迄个无迄个人。就亲像壳那那就飞去。伫审判的时阵，歹人就徛袂牢；罪人伫义人的会中，也是安尼。因为耶和华知义人的路，若是歹人的路会灭亡。所以我感觉这位对照诗篇第1篇，是真符合。无得搁参插伫遐黑暗的、无效果的行罪，甲遐歹人，甚至是恶人、恶人作对。你爱甲义人作对，你爱甲敬虔的人作对，你爱甲祈祷、搞吟诗、搞敬拜人作对，你就会被因来影响。好，跟咱搁看13、14节，独独凡事受责备，就是互光来显明。因为既然受显明的，拢是光。我过去伫庄下教会较有即款经验，我来到笃行也无即款的机会，就是有一个礼拜，有一种的礼拜叫做抾金的礼拜，毋知你有参加过无？抾金是啥物？就是抾棍，就是
咱的前辈，咱的时代安息受主忘掉了，伊无摕去烧，伊放伫台地土的。经过7冬，有时看迄个湿气，有时7天无够，到14冬，去捡金，然后放伫大的迄个甕仔内底，然后佮摕去是日园还是太啊安。当迄个捡金的时阵，当然毋是无输捡，无输去主持，但是迄师傅甲迄个棺材也是物件拍开的时阵，你知影内底是啥物无？当然除了死人骨头以外，阁有真济的糖、牙缸、胶纸，有诶无诶，噗拢扫出来。但是咧，日头若是光入去了，安那免1分钟，阁走到无半只。你去野外去森林嘛是安尼，你甲迄个大块石头也是木板按起来，下骹一定安那，拢扫一堆有诶无诶，迄就是暗。但是呢，日头一个照，紫外线会当杀菌，遐物件就安那。所以现在讲咱棉被洗了爱去这个床单爱去晒日头，就是光毋但当显明，阁会当拄去才会误会。所以用这个来形容，凡事受责备，互光来显明了后，咱活伫光明的内底，袂要紧。一开始感觉真无爽快，我做的代志叫人发现。但是你会发现讲，当遐物件拄去以后，你会感觉活了足自在，因为安那毋免阁硬硬硬，毋免阁偷偷摸摸啊，你着光明正大，你就毋免暗藏啥物，你就无啥物秘密去惊人发现啊。当然可能也有啦，但是你的秘密的愈来愈少，愈来愈少，你的活了愈来愈快乐，愈来愈轻松，因为你无啥物秘密好通保密啊，不用防谍的，你就是活伫光明的内底，这就是我就是安尼，上帝就接纳我要活了，亲像上帝囝。用安尼来反省，讲咱到底是较活伫光明，还是较活伫黑暗？活伫光明的人，咱就光明磊落；活伫黑暗，咱就躲躲藏藏。常常看新闻讲，为什么林检伊就要走？因为伊是通缉犯，伊是这个做一寡代志无去面对。所以求主帮助咱来去面对咱生命的软弱，拢带来主耶稣的面前认罪交托，然后得到一个新的身份，才有新的生命来行。好，最后15节、17节，所以着珍惜你家己的人生，你家己爱负责。牧师甲长老有责任甲你讲主的教示是怎样，但是你最后爱靠你家己为你的生命来负责任。你着真正看你家己到底你的所行是怎样。迄届罗俊牧师讲一个，我感觉虽然无记伫圣经，但是我感觉真有意思的，就是讲你身边有天使，天使毋是无代志做，伊在甲你记录你即马做礼拜有认真无？在拄久无？你心内在想啥物？你心内是有在敬畏上帝，还是你不过是一个骄傲自专的人，拢在掠家己的意思做意思，并无凡事求问主讲主啊，这个代志伫这项事，你的心意是怎样？常常问主啊，你的心意是怎样？伫咱做一个团契会长、做队长、做校长的时阵，做主理的同工的时阵，咱问讲，我要教这个课，主啊，你的心意是怎样？这就是查验主，求主。总是咱一般人，包括基督徒，无经过这个训练的时候，咱拢是我怎么想，无用上帝意思、主的意思来取代我家己的意思，都是我想。拢是你在想什么时阵，轮到主在想。其实主有在想，嘛要将伊的心意赏赐给你，但是你无做这个操练的时阵，你无安静落来祈祷的时候，你心内永远你的头脑就是
我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怎么样？别人觉得怎么样？谁觉得怎么样？爸爸妈妈觉得怎么样？老师觉得，都是别人的意思，你家己的意思，你也去学习。问讲，主啊，你伫这件代志的心意是怎样呢？我应该怎样做出一个有信用的决定，做一个有信用的判断。伊阁讲，要保守机会和本事，要珍惜光阴，因为时间就是生命。一般拢讲时间就是金钱嘛，时间不一定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然后呢，当今的时势下，就是魔鬼会偷摕你的时间，就是偷摕你的生命。互你的生命本来应该当做一个真好的事、真水的事方去付出、去奉献、去祝福别人，但是呢，魔鬼甲你欺骗、甲你偷摕了，伊拢做浪费时间伫无应该做的事顶面。我毋是讲手机无好，你若是用手机好好运用，我相信是一个祝福。前2天迄个新年快乐，我不知你回几个讯息，我嘛回足一个讯息，但是我伫咧回讯息的时候，我嘛在想讲，我回这个讯息还是放这个图，是毋是人带互人祝福？我是毋是会用伫我使用手机的时阵，嘛在问讲主啊，你伫这件事的心意是怎样？我无用手机做一寡有诶无诶代志，我要用手机上帝，我用手机来祝福别人，敢有可能？所以要保守机会，珍惜你的生命，生命一直在走，一直在走。去年2021年过去，就永远袂阁倒转来。今年每一天拢是新的，嘛每一天也只有一天。你无好好运用，一天就浪费掉、拍算掉。但是你好好运用，你会感觉虽然忝，但是活了真有价值。求主帮助咱。唔通戆戆，要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每一天来做这个练习，时间就是咱奉献给主一个真宝贵的内容。嘛无得酒醉，酒醉的地搞放肆，是着互圣神充满。伫使徒行传也嘛有用这款的比喻。为什么圣经常常甲酒醉甲圣神充满放做伙？当使徒行传5旬节的时阵已经到，有无？彼得因伫遐120个伫遐祈祷，结果圣神灌下落来，充满在座其他的人，就是因何安那酒醉，就是因啉酒醉，但是毋是。所以你看，酒醉是被酒精在控制。但是圣神的充满是被上帝在掌管，所以保罗讲，你就要选择酒醉所带来是暂时的快乐，但是圣神的同在、圣神的充满是久长的喜乐。你被圣神来控制，你讲顺探圣神是生命甲平安，你互酒精控制，有可能是有可能是车祸。可能是冤家，有可能是做一寡见效的代志，然后咧，你酒醒以后，我敢有做这项？总是圣神就无这种的危险。圣神的充满，伊袂引带你去做歹代志，伊会互你有心灵内底活水的江河的喜乐，佮互咱会当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互咱伫圣神充满中，用诗、用歌、用神的父，大家三应答。这就是上帝对教会的期待。咱听圣歌对因在唱，咱心内也在唱，也在喝。咱在唱圣诗的时阵，用诗、用歌、用心灵的合一，大家三应答。吟诗作乐，用新的歌学了主。万事拢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感谢上帝，因为你已经伫圣神的内底，你会经历到足侪丰盛，你会拄到真侪好康的事，你会感受到真侪快乐。
伫圣神的引出下底，我甲囡仔祈祷讲，祝福你，今天有美好的事发生。总是有的人毋是啊，出门也无祈祷，心内甚至有一个无好负面魔鬼的念头甲声音讲，要注意哦。真侪看迄个星座的人讲，今日会血光之灾，今日可能遇到车祸，遇到小人，要提防小人，要干嘛？心内在想这个，这嘛是一种的捆绑，一种的纠缠。总之，你爱有上帝的话，圣神的同在，你就会感觉我今仔日有美妙的代志要发生。我去会拄到好的机会，我会当甲人传福音，我会当向人介绍耶稣，我会当得到上帝恩典。伫这个事顶面，我要做一个快乐的基督徒。咱等者要来颁发这个两块匾，就是感谢孝群长老、秀云长老伫过去，尤其孝群长老21年、22年的中间做教会的长老，当职为主着磨付出。总之，我望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有一天到上帝遐的时阵，嘛会当得到一块匾，头抵着免流。毋是牧师颁发，是主耶稣亲自甲你颁发。讲你有选择圣神来充满引出人生，愿主帮助咱，就照光明来行，心思意念彼主来改换，常常靠上帝的话，行代志就要符合着信仰，符合着听心，符合着光明。愿主帮助咱做同心来祈祷。听完的主，至圣的上帝，感谢你赏赐阮真理，互阮明白有得救的智慧，来恳求圣神，互阮进入到迄个光明的内底，无过做愚妄的人。除去阮心中的骄傲自尊，互阮谦卑学习过顺服圣神光明日子的人生。愿咱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咱邀请黄孝群长老、陈秀云长老来到台下前，咱来为因颁发这两块匾。顶悬写4字，主之宗仆，主之宗仆，来，上顶了。这文长老，任本会长老期间尽忠职守，为主效劳。今届龄荣退，本会特赠匾额以褒其功勋。愿主亲自纪念赐福两位长老，咱这回来翕一张相。这回来翕一张相。那个好啊。咱这回来吟圣诗228首，耶稣圣会教法度内底也讲到长老执事应该受的这份，咱这回徛起来吟全首。
也着小心来栽培。第五站，求主引带帮赞伊，予伊家己熬紧心，尽中照顾自由军，生活健康人人心。阿门。会众请坐。这点，我要自习来创立陈木生大正雅做独行教会长老。伫旧约的时代，有长老、祭司甲利未人，三甲同工彼此同心来侍奉、治理上帝的圣殿。伫新约时代，要设立长老甲执事，其中长老的责任是甲牧师做伙治理教会，拜访、关心身体欠安，鼓励领心倒摕，教育少年细囝，引带遐个慕道的。造就所有信徒的信仰，因本身也要成做信徒的模样的典范。若是有交代，通代表同会、副中会、总会来督务教会发展。咱这时就请两位长老来到台前来誓约。陈木生、赖正业担任要领受长老的责任，你有确信这是上帝召命也无？恁有接受新旧约圣经做上帝唯一的话，也做恁信仰甲这份唯一的根基也无？你有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承认的四道圣经？尼西亚圣经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也无？恁做独行教会的长老，要忠心尽职侍奉上帝教会，尊主耶稣基督做教会的头，协助牧师来治理教会，归荣光上帝。另有信息，遵这个意思来行啊无？长老教会是起造伫上帝话，恁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甲规则啊无？好，这时请会众起立。黄牧师来问恁来应答。既然恁已经竞选陈木生、赖正业做恁的长老，恁有诚实欢喜来接纳伊也无？因照上帝法度来治理教会，恁就欢喜承受顺叹，恁约要安尼行也无？恁就敬听因、体贴因，常常替因祈祷。因为因为着恁来着磨，爱恁得着救，恁也着帮赞因，互因搁较高进长老的本分，恁要安尼行啊无？关系保持教会秩序，彼此双方若是有失错，应该通知互小会来说法，唔通四假报扬，致到妨害大局，破坏教会主的名声，恁要安尼行啊无？好，这时请木生正
长老来大声规律咱伫上帝面前来祈祷，咱只是做伙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主，你是教会的头，也是大人君。我奉你的名来为着陈木生长老设立、创立做独行教会的长老，互伊伫未来的日子协助这间教会成长，帮助所有会友徛在伫真理。这个积分是对你所来。但愿恳求你，照你丰盛的恩典，赏赐圣神充满灌压伫伊的心内，互伊的服侍出伫听，毋是出伫勉强，互伊做羊群的模样。愿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好，请赖正业长老来跪伫主耶稣的面前，牧师来为你祈祷，咱做伙同心压头。赖正业长老，我奉阮的主大人君耶稣基督的名来为你创立长老，互你通照规矩来侍奉。但恳求上帝伫万权能的业力中，互你有疼心眷顾羊群，出伫听来侍奉，毋是出伫勉强，是出伫欢喜，互你做羊群。做所有兄弟姊妹的模样，就咱的大牧者主耶稣基督显现的时，你要对伊得到袂败坏、永远永光的冕旒。我奉爸囝圣神的名设立你做独行教会的长老，愿主你赏赐教业慧力、智慧、聪明，帮助伊奉主的名祈祷，阿免。好，请起立。咱这时请会众请坐，咱来所有小会员来这个接纳，请小会员来接纳。总是教会也有准备这个圣礼典，甲法规也即马缺货啦，咱才补这个法规，咱请小有的小会员来握手表示接纳。咱做来翕一张相，还是徛顶悬，嘿，顶悬，来，咱徛到后壁，来，咱徛到后壁，恁搁去你一排，好。咱搁一摆拍声。所以感谢主的恩典，有两位之优秀的长老来替任，总是犹原是咱真好的代祷者，犹原是咱真好的好同工。因为长老职是终身的就是一生就是长老的职分。咱犹原保障这两个长老的名的这是咱来进行执事的设立，请建中、慈惠、秀珠来到大家前。伫初代教会，使徒圣经、使徒行传有记载，迄当时有设立7个人来协助长老办理教会的事务。咱也照着这个来竞选出3位优秀的执事，陈建中、魏智慧、甲赖秀珠来担当独行教会对今年起4年到2025年
的即个执事，互因借着因的侍奉，互牧师甲长老会当更较专心来侍奉上帝话甲圣礼典，第二伫祈祷甲团队的事工。即时牧师来问请恁来使用。但建中为主会大秀珠，恁当要领受执事即个要紧的职分，恁有确信这是对上帝照面啊无？恁愿意做独行教会执事，就听教会尽心、忠诚协助牧师，或者传道，或者是长老，来归荣光上帝利益伫主的教会，恁要安尼行啊无？教会头是耶稣基督，伫教会中独伊做主，就既然关系教会事务，就我靠主耶稣来设法，恁要安尼行啊无？恁愿意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甲规则啊无？这时请会长起立，请教会会长来起立。恁既然竞选陈建中为主会，赖秀珠来做恁的执事，恁有真实欢喜接纳因啊无？因伫主内底为恁着磨办理教会事，恁也着敬重因、疼痛因，常常替因祈祷。恁要安尼行啊无？关系保持着教会特殊，彼此双方若是有失错，应该通知小会来设法，毋通四界报扬，致到妨害教会大局，破坏主耶稣的名声。恁要安尼行啊无？好，我即时来宣布，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独行同会小会议长的权柄，设立恁三人成做独行同会的执事，煞通知正会友知影，这个职分是照规矩交代伫恁，当恁受设立成做执事，就协助牧师。传道以及长老常常存清气的良心来办理伫教会事务，互上帝名得到荣光。阿免。会长请坐，咱来颁发证书。来建中。因为建中是第一任的执事，所以伊有摕到这本，你已经有，所以就无互恁吼。来好，咱有缘请小会员来接纳，来甲因握手表示欢迎，欢迎，加油！加油！做主的工，拢无工吼。木生甲正业，恁嘛爱来握手，恁即马是长老啊。好，较紧的，毋通跋倒。求主帮助咱伫厅内底彼此合一，来为主做工。咱退后者吼，咱退后者安尼来列吼，这位。再来是第三部分，
就是乡里团契会长黄孝军长老，兄弟团契会长尤志良长老，妇女团契会长赖秀贤姊妹，社青团契会长林秉仪弟兄，青少年会长黄以嘉，圣歌队队长曾立勋，助理校长陈立淑长老，请这7位同工来到台前。长老执事因的任期是4年，咱的会长、队长、校长、首长的任期是1年。总是咱游员伫主的面前，必须爱慎重来誓约。当恁7位要领受会长、队长、校长以及小组长的责任。恁有确信这个是上帝召命啊无？恁领受这个职，就倚靠教会头主耶稣基督，独独尊伊最大来尽恁的职务。恁要安尼行啊无？这时请会长起立，我来宣布。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各行同会小会长的官兵，设立恁正做本会主理学、校长、各团契会长以及圣歌队长、关怀小组长，恁着谨慎恁本身的行为以及行做，常常关心伫这个事，尽力做主的工来归荣光上帝。阿门。好，咱会长请坐。咱向后转来颁发证书。中年会长孝军长老，兄弟会长志良长老，社青团契会长秉仪，青少年会长以嘉。妇女团契会长秀贤，圣歌队长立勋，主理校长李淑长老，咱用普仔声来来请所有小会员一一来握手，表示接纳甲祝福。谢谢。加油，辛苦了！加油，主与你同在，以加上帝是你的力量。秉仪加油，主与你同在。这种听到辛苦平安，这种听到加油。好，不要紧，咱就来翕一张团体相。我们后退一点点啊。现在咱要来奉献，请孝信执事甲慈惠执事来施献。咱未奉献的代先，阁有一件事就是来咱实现等一下吼，咱要特别感谢乃慈过去1年对青少年团契的付出过去咱拢是聘请
专一的辅导，总是乃是伊拢用奉献的心，在服侍遮的细囝遮的青年所以小会为着要表达阮的感激，要邀请乃是来台下顶，咱互伊一个礼金来诚做一个鼓励诚做一个看重咱遮乃是到台前。咱备办心来奉献。阮伫天顶爸，阮感谢你，伫这个世界都变化中间，阮拄着困苦艰难，你拢甲阮伫地保守阮。阮求主耶稣，你的圣灵甲阮伫地帮助阮谦卑顺服主，照主你的旨意来行，成做光明之子。阮即阵要奉献阮淡薄的金钱，献互你做你的路用，愿你感纳。阮的恳求拢是靠主耶稣名，阿门。请坐。我来通知甲报告，为报告大声，咱先来读即礼拜金句。我读一遍，请兄弟来读两遍。着保守机会，因为当今的时势邪恶，所以毋通戆戆，着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以弗所书5章16节到17节，请。着保守机会，因为当今的时势邪恶，所以毋通戆戆，着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以弗所书5章16节到17节，搁一届来。着保守机会，因为当今的时势邪恶，所以毋通戆戆，着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以弗所书5章16节到17节。手报的第3页有即礼拜的侍奉的同工，请注意。过来第4页，我来报告小会公告的第3点，就好2022年度教会聘任的名单，献歌队的指挥是陈彦龙老师，伴奏是尤乃奇、珍妮甲陈洁仪3位来协助。教会行政干事是尤安琪，以上任期拢是1年。过来，我来报告教会的消息。
请咱各团契的乡长吼，伫迄个咱的教育厅有咱的团契的公报啦吼，啊当第二来更新啦吼，来换新。过来即个拜六有即个台湾士多藏协会要借用咱的本会二楼礼拜二厅举办宣导的音乐会，互社会大众对士多藏哦，即个士多藏是因为视力导致多重障碍，有搁较侪的人物甲接纳啊，用理解甲支持来关怀士多藏甲伊的家庭，请咱兄弟会当来参加。过来后礼拜日中昼12点半伫3楼要召开定期中集会，请中集第二，请咱各团契的首长也是会计，咱伫后礼拜请咱将咱的校铺甲整理起，就是顶年度的交来办公室，然后咱才查销委员会当来查销。1月15日拜六上午9点到11点伫柳湾教会有财务部各部册的检查吼。请查销委员伫即个1月初到进前吼，啊麻烦甲即个查销的簿册吼先查好，啊，互总务部的事务组会当送来检查。过来就是1月16，吼，1月16，咱礼拜后要教会的大饼扫，啊，才有即个区域啦吼，啊，望咱兄弟第二来饼扫吼，或者咱的教会。会当安尼换新吼，啊，过来遮有遮个副主、备主吼，请咱大家兄弟来第二来看吼。啊，咱伫2月20要召开会员好会，请咱各部组、各团契的首长吼，咱一定要伫即个2月初10吼，就是即旧历过年前啊吼，甲遮个代志吼，事工的计划拢互交互安琪啊。互伊因早来准备好会手册。过来就是第8点吼，后礼拜咱要举行1月份的受请的庆生，啊，若有名单有错误还是出入的，请咱注意即事来订正。小等的妇女团契有联诗的聚会，社青伫5楼也有聚会，吼，请咱第二来参加。过来就是协会关怀协会的消息，伫迄个拜二的健康促进班拜是乐龄，这有2班吼，啊欢迎，还佫听讲是还佫1、2个名额吼，会当参加。啊，咱今年度开始拢要共餐，吼，拢要共餐吼，啊，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啦吼，望咱的兄弟社区的遮个大哥大姐会当来。啊，过来拜5后手机仔的上课吼，这大家若有感觉对手机仔你使用上有无方便，拢会当来参加吼。啊，过来具体的关怀，等下牧师会带咱来带导。过来就是迄个第10页甲11页有遮顶礼拜的奉献报告做领收，若有出入的。请咱向财务部来反映。今日有2位新朋友，我来介绍。头一位是孙碧华，是吉祥兄的新妇。孙碧华姐妹伫倒位？请家家咱拍拍给热烈欢迎。哇，真欢喜哈，对新得来哈。搿一位是陈宏宇，是杰瑞的朋友。陈宏宇，好，我们欢迎。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咱等者会后会当留下来交易。咱来看大岛的事项，特别为着新人同工。望咱今年的目标就是伫祈祷中合一，3队祈祷去做团队，互咱的小会、中级会拢伫厅内底行事。咱的决定、咱的讨论，拢带着听来侍奉教会历主的圣会。也请咱为着集体以及新朋友，真感谢主，咱对圣诞节的活动有招呼着一寡新朋友，也咱社区的，也咱这个笃行国小、爱心妈妈等等，求主，互咱把握机会，
保守这个机会，阮伫主的厅内底热烈甲因欢迎，甲因邀请，甲因招呼。可能因囡仔今仔日就是主日学，特别拜托的小长老，甲雅恩老师，牧师娘，甲因招呼，望因会当适应，看见都行教会，是一个有听欢迎人的教会，会当伫遮明白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咱即时无需邀请咱做伙起立，站起来伫主的面前，来为着这个同工来祈祷。阮拄则誓约讲，阮要常常为因祈祷。阮即马就是一个好的机会，咱做伙同心出声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你拣选阮，互阮成做你的同工。伫即个新的一年，新的开始，新的意向，新的方向。主啊，阮要放下家己。被主来引带，放落家己来陪主的十字架。阮无要往着世界，要往上帝国来跑走。主啊，你在阮的困难，互阮无看过去，因为伫主耶稣内面，阮拢变做新的。旧的事已经过去，主啊，互阮褪去迄个旧的人，穿新的人。互阮伫主的厅内底，同心合意，彼此相包容。彼此讲鼓励、造就、劝勉的话，互阮凡事有听做中心。愿主你啊，医治淑慧老师、敏君、仲斌、薛丁姐、沈美莹，主啊，你拢甲因同在，春莲、芳菲，主你拢祝福阮在座，特别甲这团契会长、小组长、队长、校长三甲支队，互阮是一个。妖化的军队，互阮毋是孤鸟，阮要同心合意，彼此相听相包容，手牵手，心连心来行。互阮脚步一垂，方向一垂，往着所在标来迈进，来跑走。愿主你的圣神赏赐迄个合一的听，赏赐天顶的困难，也赏赐医治活命、生命平安伫阮的中间。愿咱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好，咱彼此来行平安礼，愿主的听充满在座，也互阮伫新的一年带着听的意向，彼此同行，为主跑走。拢毋是空空，互阮伫主的厅内，走了愈来愈好，走了愈来愈在。哈利路亚！咱做伙来彼此祝福。我因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因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看见你来面，付出的营养，我因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搁一届，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我看见你来面，付出的营养，我用主的听信心来听你。咱犹原徛咧，咱要来吟上行的诗。508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吟诗者请牧师祝祷，祝祷煞，请咱电乐佬甲离开。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主爱、圣神的感动、相通常常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阿
咱礼拜到这。